新北市的林口有一个15岁少女，这个月初一，甲爸爸讲要出门去买咖啡，人就无转来咯。到今仔日已经失踪7天，妈妈是讲甲后天，讲查囝出门拢无载钱，爸爸嘛是心肝火热，讲查囝当天是穿短裤甲衬拖出门。警方是用手机落定位追踪。 发现这个少女，总是出现伫南寮孤山迄块地啊，后续会继续来找找少女的下落。穿白衫、短裤加衬拖15岁这个少女，为门口出来了后，坐计程车为新北的林口，直接到蘆洲某一个社区大楼。厝内人联络袂到人，赶紧报警。是不是真的被控制啊？还是手机被人家控管？ 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们联系，他是什么都没有带，他就拿几个钥匙跟手机就走出来了。代志发生伫新北林口文化3路，失踪就是这个长头毛的少女，甲厝内人去澎湖佚佗，有翕相，想要到转来台湾了，这个月初一中昼12点为社区出来，要团内甲老爸报平安，想要到后来就找无人啊。 警方调手机定位发现讲，昨下晡出现伫南寮，暗时11点走去孤山，失踪7天。警方调查，伊有2摆离家出走的记录。他没有用手机去买东西要吃，所以等于是手机根本不在他的手上，不然他不可能联系不上。所以我才会请求大家帮忙找，因为我们前面等了5、6天，一直都没有消息。 之前甲老母住伫新竹，可能是交到歹朋友、亲人，才甲转学上北读册。这摆调查少女的交朋友情形，发现讲伊甲另外一个查甫人伫交往，因为这个少女的手机有时开有时关。警方真歹对站，家属只望讲这个做查某囝赶紧敲一通电话报平安，唔通互老母接到金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